候選名單。我最爱 TVB 男主角入围的有王祖蓝、你这个狐狸，黄浩然、是你逼我翻脸的，我没错。吴启华、全部人站起来，黎耀祥、一定10倍还给你。王浩信、这里稍微好点都不行。马国明、够不够位？够。萧正楠、打赌吧，看谁能先破案。郑嘉颖、肯定是你。陈展鹏、陈豪、是无所不能的。张继聪、我演技不错吧？黄宗泽、怎么做的这么奇怪？罗仲谦、我只想公平竞争。黄智贤。我没做错的事，不能承認。我最愛男主角，今年嘅得主係林壯、陳展鵬。恭喜晒陳展鵬，再次成為呢一個男主角嘅得主。好啦，喺呢度都要俾掌聲，多謝歐生為佢頒獎，多謝歐生。哇！真係有啲緊張同埋興奮。其實今屆可以講到廣東話，應該可以講好多嘢。因為上一屆講普通話都唔知自己翻去講乜嘢。多謝 StarHub， 多謝 StarHub 呢幾年俾咗好多機會我，多謝。多謝 TVBI， 因為 TVBI 我可以呢幾年我嚟到好多新加坡做宣傳。其實上一屆我攞呢個獎嘅時候，我其實除咗好興奮、好開心，可以攞住呢個獎翻屋企同媽咪講，我捱咗咁多年，終於可以俾到一啲少少嘅一啲嘅成績去睇。但係令我最唔開心嘅就係，因為我上年光咗頭，光頭啊，就是拍啲照片不好看。但係就係因為我上年光咗頭拍張寶仔，而今年我因為張寶仔呢套劇嘅11倍辣我即係證明我付出。我多謝 TVB 裏邊嘅幫助我嘅好多人，有樂小姐啦。有頭先歐生啦，有好多台前幕後梳化服嘅所有同事，因為我記得我入嚟 TVB 嘅時候，其實我再接觸翻自己嘅母校係真係好陌生同埋好冇自信心，係因為佢哋慢慢去令到我建立翻個信心，慢慢令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嘅觀眾慢慢開始再一次認識我，好多謝你哋。更加好多謝就係張寶仔呢套劇，張寶仔呢套劇編審同埋監製財叔同埋波哥幫我創造咗11倍辣呢個角色，尤其是清朝係唔戴得眼鏡㗎嘛，有好多人都覺得我去戴眼鏡會好啲，但係亦都好多謝你接受我11倍辣呢個唔戴眼鏡嘅症狀。同埋最近有好多嘅同洪永城不和啊，同阿 Grace 啊3角都唔夠，仲要4角咁樣咧，嗰啲咁嘅緋聞係影響唔到我哋嘅感情，因為我哋拍張寶仔嘅時候真係好開心，係非常值得懷念嘅一套劇。另外，我要多謝喺呢個階段裏邊曾經俾過機會我嘅所有監製同埋導演，因為佢哋不斷去磨練我，俾我嘗試好多唔同嘅角色，專業人士啦，變態殺手啦，反派啦，甚至乎係一啲比較正面啲嘅角色，乜都試過。我多謝佢哋，同埋我要多謝在座咁多位視帝級嘅阿哥阿姐同埋一班同事。呢幾年因為同你哋合作，我好開心，亦都學習咗好多，多謝你哋。更加我要多謝一個人，呢個係我嘅伯樂，因為喺我喺工作嘅時候最失意、最低潮嘅時候，係佢親手帶翻我翻嚟呢個母校。
其實翻嚟母校唔係一件難嘅事，但係可以俾我繼續完成我自己嘅夢想，繼續做我自己中意做嘅嘢，先係最難得。雖然佢好多時一針見血嘅指導，有時好難受，但係我好多謝佢嘅教導，令我進步咗好多。多謝你，珍姐。另外就係、多謝，無論我去到邊度，你都會支持我嘅 fans。你哋係我最大嘅後盾，我去到邊度我都有信心。同埋多謝新加坡嘅朋友，冇你哋嘅投票，我係唔會有機會攞到呢個獎。Thank you 你哋，最後多謝 TVB 俾咗我個。再次恭喜晒陳展鵬，恭喜晒！好啦，交俾阿 Mingo 為大家介紹我哋跟住嘅表演節目。好，恭喜晒展鵬，呢個光頭真係值得啊！10個光頭9個褲係啱嘅。跟住落嚟咧就係有 Dimsum Dollars 為我哋咧表演咧好有趣嘅歌舞劇，佢哋會重演好多經典嘅 TVB 劇中嘅人物，俾啲掌聲佢哋。